为了行销台南美食，推荐你感觉上好食的市场单位，也是属于你心目当中的米其林。但市市场处特别推出网络票选活动，总共有30个市场、50个单位参加。记者会中都有一稳重版的美食小姐，也是市民落地啊当中的好滋味，拢一一呈现。其中有一天鼓励民众趁双十国庆，每一天为你介意的市场甲单位来投票，也有机会参加抽奖，将好康砸回去。米其林分了3个，一个是平民美食叫地比登，另外一个是你可以吃的餐馆叫入选，好，第3个就是摘星，好，那我们将来明年一定要摘星，好，但是这个只是米其林评审它的一个它的一个口味或者是它的一个评选而已，但是在广大的市民心目中，还有许许多多我们南来北往的旅客喜欢吃的台南的美食中，有更多的我们私房美食其实都在这个我们街头巷弄间。你要说大隐于市我们的美食最好吃的美食也是隐于市，哪个是隐在市场里面？所以我们今天这个邀请了许多我们许多台南的各大市场，还有美食城这些里面都有非常非常好吃的这个美食，值得大家一来再来该票选活动对今仔开始到10月23，民众会当依照传统市场的现代感、有舒适、有古早味、敢是有上在地等等的标准来评比，选出你心目当中上赞的传统市场甲单位，并且将美食的名单发掘出来，让大家来交关定兴市场商机。台南新闻军及采访报道。